大家好，我係陳 Sir， 今日同大家講嘅係《出師表》，佢嘅作者係諸葛亮，即係呢一個。正式睇課文之前，我哋首先了解下佢嘅寫作背景。想像一下，蜀漢係一間正喺度擴張緊嘅集團，劉備係白手興家嘅前任老闆，但佢不幸過世，而家接任嘅 CEO 係一個冇乜經驗嘅富二代。而諸葛亮呢，就係俾老闆親自挖角翻嚟嘅 COO。老闆臨死前仲同個 COO 講，叫佢睇住佢個仔。而家個 COO 諸葛亮就要離開總部去開拓新市場。最令佢擔心嘅當然就係留喺總部嘅富二代劉禪啦，所以先寫咗呢份出師表俾劉禪。出師表根本就唔係咩普通公文，佢係諸葛亮臨出發之前寫俾劉禪嘅一個超長嘅交接信。了解咗寫作背景之後，我哋就能夠更加了解課文。事不宜遲，開片。諸葛亮一開頭咧就分析咗蜀漢當時嘅形勢，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，領袖去世，加上益州疲憊。嗰陣時蜀漢咧喺三國入邊實力係最弱嘅，呢個就係所謂嘅危急存亡之秋。佢希望可以強調蜀漢而家形勢嘅危險，俾後主認清國家而家處於一個孤立無援啦、實力最弱嘅困局，從而有所警惕，不至於因為安逸而怠慢嘅。雖然處境艱難，但係蜀漢都仲有一線生機，因為內有侍衛之臣不下於內，外有忠志之士亡身於外。呢班人之所以咁搏命，係因為想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佢哋感念先帝嘅恩遇，所以就想將呢份忠誠轉移喺後主身上面。而呢個講法都符合史實嘅，因為根據歷史嚟講，三個國家入邊的確係蜀漢嘅內部係最團結嘅，而佢發生嘅叛亂次數亦都最少。跟住落嚟咧就係諸葛亮俾後主嘅4大建議，呢部分係考試最常考嘅，就係諸葛亮由虛到實提出4個治國嘅方針。首先係廣開言路，即係開張聖聽，建議後主要多啲聽下臣下嘅意見，激勵士氣。記住唔好妄自菲薄，即係唔好睇小自己，亦都唔好引喻失義，即係隨便講一啲唔合理嘅說話。如果唔係，就會塞住咗臣子進諫嘅路。諸葛亮咁樣講呢，當你好似劉禪咁樣有一個偉大嘅老豆，身邊所有人都叫你學下你老豆啦，你會發現自己又真係冇老豆咁叻，咁你嘅防衛機制就會啟動，你會講係啊，我係比唔上老豆噶啦，我係廢柴嚟噶，從而希望人哋收聲。覺得自己比唔上老豆，呢個就係妄自菲薄，將自己比喻為廢柴，呢個就係引喻失義。當個皇帝咁樣講嘅時候，其他人都唔好意思再向佢進諫啦，呢個就係以失忠諫之路。可以想象劉禪經常講呢番說話，所以咧諸葛亮第一個建議就叫佢咧唔好再話自己廢啦。要有自信啊，你是最好的，你知道嗎？就希望佢多啲聽人意見。第二個就係賞罰分明啦。諸葛亮強調宮中府中區為一體，即係皇宮同埋丞相府嘅賞罰準則係要一致嘅。做法就係如果有人犯法或者做咗好事嘅話，就應該交俾有司，即係執法嘅官員去判斷，咁先可以顯示出陛下嘅平明之理。簡單嚟講咧，即係唔好相信皇帝自己可以做得好啦，交翻俾有關部門專業嘅人士去做啦。第三咧就係選用賢能。諸葛亮咧具體推薦咗幾個人才，包括咗文臣啦、葛攸之、秘醫董允。當中最慘嗰家係秘醫啦，因為成日俾人讀錯佢名叫費禕，其實費禕一啲都唔廢，睇下佢政治力有92。佢哋咧係智慮忠純，揾佢哋商量咧就可以彌補缺漏，有所廣益，即係彌補晒所有施政上面嘅缺失同埋漏洞。此外都推薦咗武將向寵，記住向寵唔係向龐啊，佢嘅性行淑均，即係品行咧善良公正，揾佢可以令到軍隊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，即係令到軍隊團結，大家都啱自己嘅位置。推薦咗咁多文臣武將，但係如果劉禪唔用佢哋嘅話，其實都冇用嘅。所以最重要嘅就係乜嘢呢？係第4樣嘢，親賢遠令。諸葛亮用咗正反嘅對比，就係先漢興隆，即係大家中史堂學過嘅西漢，漢武帝派咗衛青霍去病，打到匈奴幾乎滅國嘅朝代。諸葛亮總結呢個朝代之所以咁勁，係因為親賢臣遠小人。相反後漢傾頹，即係東漢，皇帝一係俾外戚控制，一係俾宦官專權，最後搞到黃巾之亂嘅朝代。諸葛亮總結呢個朝代之所以咁廢，係因為親小人遠賢臣。佢仲提到先帝以前講起桓靈兩帝就會嘆息痛恨，係想提醒後主要以史為鑑。喺第6段開始，諸葛亮轉為自述生平，呢一部分係為咗感化後主。佢話佢本來只係布衣，即係平民，喺南陽躬耕，即係親自耕種，只係想喺亂世久存性命，唔求問達於諸侯，即係唔想出名。但因為先帝唔嫌棄佢卑鄙，即係地位低微，仲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親自去揾佢先至感激出山。佢喺敗軍之際危難之間接受重任，到而家已經21年啦。諸葛亮想強調嘅係，佢唔係喺劉備最威嘅時候加入嘅，而係喺劉備打敗仗最危險最艱難嘅時候接受重任。由嗰時開始到而家，已經為蜀漢辛辛苦苦咗21年。最後佢交代自己北伐嘅動機係為咗報恩同埋盡責任。
佢話而家南方嘅叛亂已經平定咗，武器軍備都已經好充足，所以係時候北伐去剷除奸臣賊子，復興漢室，搬翻去舊首都，即係長安洛陽咁樣。佢強調咁樣做係為咗報答先帝嘅知遇之恩，亦都係佢效忠後主應盡嘅責任。總括嚟講，諸葛亮想話俾劉禪聽，佢出兵唔係為咗自己，而係為咗完成劉備嘅遺願，報答劉家對佢嘅重視。好快去到最後一段啦，諸葛亮呢就以老臣嘅身份作最後嘅交代。首先佢對自己立下不成功便成仁嘅軍令狀，跟住落嚟呢，佢就言明朝臣嘅職責，冇必要輔助內政。咁劉禪有冇嘢做呢？就梗係有啦。佢提醒劉禪唔好等運到，要自己主動去問人治國嘅意見。寫到呢度呢，佢仲話自己就嚟要走啦，喊到眼淚鼻涕都流晒出嚟。劉禪可能都摸到份奏章濕濕地，但係點解佢咁激動呢？其實當中包含咗太多複雜嘅情感啦，有對於先帝知遇之恩嘅感激啦，有對於國家未來嘅責任，仲有對於後主劉禪嘅擔憂同埋不捨。而且我哋後世成日都覺得諸葛亮係一個神機妙算嘅神，但其實打仗係邊有贏緊嘅呢？佢面對係當時地表最強大嘅魏國，擔心打唔贏係好正常嘅。喺呢一刻，佢放低晒所有嘅光環，只係一個對於國家忠心耿耿嘅人。佢用最真誠嘅情感完成咗呢場最動人嘅告白，所以後世先有人話讀出師表而唔喊嘅就係不忠啦。跟住嚟講下寫作手法。出師表嘅寫作目的表面上係請求後主俾佢出兵打仗，但係諸葛亮係相父，掌握軍政大權，後主又點會唔批准呢？打就打硬噶啦，所以重點係希望後主醒醒定定，但要令一個年輕皇帝聽話生性就一定有技巧嘅。呢個技巧呢，就係說之以理，動之以情。說之以理呢，即係講道理，好似分析師一樣客觀分析天下局勢。我哋而家好危險噶，攞歷史做例子，講下西漢好啊，東漢差。原因呢，就係想令到後主清醒，劉禪就一直喺宮入邊，唔知外邊世界艱難。諸葛亮就想將啲嚴峻嘅現實擺喺台面度，用殘酷嘅真相同歷史教訓嚇死呢個仲喺度發緊夢嘅年輕老闆。跟住就係動之以情，即係打感情牌，狂提先帝，即係你阿爸13次，又講自己當年有幾慘，你阿爸對我有幾好咁樣。原因呢，就係想俾先帝聽得入去啦。如果一直講大道理嘅話，年輕人一定會覺得煩嘅。搬出你死鬼伯爺啊，能夠引發阿劉禪嘅孝心同埋歉疚，講下自己身世呢，係為咗證明我對你屋企人係真心噶，我唔係想篡位噶，情理兼備，咁劉禪先會信服噶嘛。第二個就係用咗正反對比嘅手法啦。諸葛亮見慣世面，好明白咩叫見人講人話，見鬼講鬼話。對劉備可能講一句就夠，但對劉禪就唔係啦。例如佢建議劉禪賞罰應該公平公正，正常人一聽就 get 到，就係偏偏劉禪就唔係正常人，要人哋講埋唔應該偏心自己人先得。又例如諸葛亮引用史例，講親賢臣遠小人嘅好處，寫完諗諗下又唔放心，要寫埋親小人遠賢臣嘅壞處先夠。呢啲就叫正反對比，令是非更加明顯，說服力更加強。第三就係語氣得體。諸葛亮不但只係打工仔，都係世叔伯。佢喺出師表入邊不斷切換呢兩種角色，係成篇文章最高明嘅人際關係處理。首先講下右邊作為一個父親咁嘅角色，佢好似老豆教仔咁，係咁用話宜不宜，你應該你唔應該咁樣落命令。點解咁樣做呢？因為劉禪實在太容易俾人影響啦。如果唔將說話講重一啲，唔直接落命令嘅話，佢轉頭可能就會忘記咗，或者淨係聽身邊啲宦官講嘢。諸葛亮呢，必須要擺出我係你阿爸委託嘅人嘅權威，逼佢乖乖地聽話。只不過名義上劉禪先至係老闆，諸葛亮係員工。如果完全用長輩嘅語氣，會令到皇帝覺得冇面，甚至乎會覺得諸葛亮想造反。而且劉禪當時啱啱好喺20歲，古代男子20歲行冠禮，算係正式成年咗。語氣如果不當嘅話，可能會激起年輕皇帝嘅反叛情緒。所以諸葛亮都用咗臣子嘅身份講嘢，例如自稱神啦，叫對方做陛下啦，又好謙卑咁樣請求後主批准自己去打仗，仲話打唔贏要情願受罰，所以話係俾足面子劉禪。另外講下出師表嘅語言特色，係散中有駢，修辭精妙。散嘅意思即係散句，長短不一，好似平時講說話嘅句子。駢即係駢句，字數一樣，結構對稱嘅排比或者係對偶句。你會留意到講故事嘅時候就會用散句，感覺係自然啲，同你傾偈一樣。但係講道理嘅時候就會用駢句，例如話士為之實，不下於內，中止之事，莫爭於外。節奏感比較強，亦都充滿咗震懾力。修辭方面會用咗借喻，例如樹竭勞頓就話自己一匹劣馬同埋鈍刀，透過貶低自己嚟令劉禪放低戒心。其次係借代，例如話用個秋字嚟代替咗危急時刻，用個布衣嚟表示平民，用不毛嚟表示荒蕪嘅地方。至於對我啱有提到就唔再講啦。最後同大家溫習一下幾個常見會考嘅字詞。第一個係誠字咧，係解確實啦，所以李嘉誠成哥間公司咪叫長實咯。另外作奸犯科個科字係解法令。下次係想講犯法啊嘅時候，你可以講犯科啊咁樣。如果對方聽唔明，亦叫佢睇出師表啦。跟住識係解全部，公係解親字，獎係解鼓勵，蓋係解恩惠，積佛裝逼個積字係解晉升，為解劉禪嘅嗰個劉備。最後呢張圖咧就係總結晒出師表嘅內容重點同埋寫作手法，送俾大家嘅。如果大家想溫書但係又唔知有咩方法嘅話，有個網站可以幫到你。掃描畫面上面嘅 QR code，
你可以用自己電郵或者 Google 登入。登入之後，你可以揀選12篇範文有關語譯或者係寫作手法嘅題目嚟作答。每次作答1分鐘，電腦會喺幾千條嘅題目中揀出題目，選項嘅次序都會每次唔同。答啱計10分，答錯扣2秒。可以訓練自己對於範文嘅熟悉程度。1分鐘過後，系統會為你計分。你可以同全港嘅參加者比拼分數，亦都可以透過錯題重溫嚟鞏固自己嘅知識。呢個網頁仲有好多有關 DSE 中文課程嘅資訊，包括咗範文嘅語譯、內容，配合精美嘅圖片，仲有課文總結以及寫作手法嘅互動填充題，方便大家可以溫習嘅。網頁依然不停更新當中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。拜拜。